讲到这欢乐会是早期台湾社会家家户户拢爱用到生活用品。不过，您敢知影讲，对这一盒一盒的欢乐会，也当看到社会时代变迁。高雄历史博物馆甲收藏家林玉如合作，来展现400盒来自各行各业的欢乐会，带大家来看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。 电视橱窗内底放满欢乐会，有的造型特殊，一看就知影是火锅店；有的是印高雄的景点甲店名，可能一看就知影这是高雄来的。高雄历史博物馆讲，台湾伫清朝就捌出现欢乐会，大约到民国50年代是欢乐会产业上盛行的时阵。那家家户户拢会用到欢乐会阿爸，也成做各行各业上好的广告物。很多餐厅啊，各地方哈，就是每一家商店它都会有一个火柴盒，就客人来了都给他们。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。 所以才会有这些以各行各业的必需品啊，这必需品除了生活之外，的是用来做各种这种交际应酬各方面啊推广行销的一种媒介。 有餐厅、旅馆、有饭店、银行、酒家，展场内面大约有400盒的欢乐会，全部拢是来自林玉如的意外收藏。林玉如讲，伊直咧收集老高雄的物件，研究高雄的演变，要证实一个所在过去是餐厅也是戏院，这个欢乐会是上好的辅助资料。这摆展览是用行业去分，若是换用行政区来看，佫会当看到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。你嘛会发现规个高雄市的变化，有盐埕埔、蛤蟆心，安尼直过爱河，啊，甲这边林雅区啊、前镇啊，遮的变化，火柴愈来愈少，表示讲这边开始开发的时阵，就无咧印这个物件。 嘛代表迄个时代已经没落啊。欢乐会阿爸顶悬的店家，有的已经消失，有的甲当也搁伫高雄咧经营。透过这个阿爸将过去甲现在连做伙，也可能看到老高雄的繁华年代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